嘎发还是溜。大家好，我是徐薇，一起来学客家话喽。第一句话，姐姐，我可以出去玩吗？阿姊，我做得出去搞么？阿姊就是姐姐，我就是我，做得就是可不可以，做得可以，出去就是出去，搞就是玩耍的意思。阿姊，我做得出去搞么？做唔得就是不可以，做唔得不可以。踢奶先收收啊，踢奶。地上的泥巴不对，就是指地板的意思。踢奶先就是先，收收啊，扫一扫。跟我念来，做唔得，踢奶先收收啊。我不想做这件事情。我冇想，冇就是没有，对不对？想就是想，我冇想做呀都西，我不想做这些事。呀都西就是这些事，呀都西，我不想做这些事。拜托拜托，先帮忙做好，先听书做好呀都西。先听书做好呀都西，就是先听书就是帮忙的意思。你先帮忙做好这些事，先听书做好呀都西，这样出去搞哦。我们一起看示范演出。阿姊，爱做得出去搞么？做唔得，先老天来收收啊。爱冇想做，也都西啦。先听书做好呀，就是咱出去搞啦。哦，好。我是徐薇，安子 C， 再见。